一开始。本年嚟到公司演打最久，同嚟中下打最久啦。第句，做底同人讲，马该系草鸟么？草肉係一套傳統客家菜，主要用豬肉、豆腐乾、他回答的不错哦。韓國式，甜味鹹醬，則建議客家飲食文化當中。聪明。我们来试试看海陆的呢。放音呢度講開一打再鼓，通喺從下打再鼓啦。Sorry，按走，是宝毛。按早，我也未隨時準備好為你服務，希望你盡幫你有改善好經驗。挑戰。然后换成那个转手页。大家好，我係巴比古，歡迎大家揀呢度，請多多指教。以後準備好嘛，我會開始出題咧。準備好誒 ，easy。下公腳，今年一。下公腳，今年一。我瞧，好，那换成海陆试试看呢。好。你好，準備好嗎？我嚟開始出題嘅。pass，太難了。換個題目。學大3年，學好3年。學快3年，學好3年。应该会很低哦。模仿。